喺生活上面發現到一樣好有用嘅嘢，就想分享俾大家嘅就係科學頌缽。今日咧就係想同大家嚟到咧香港科學頌缽研究所，同大家了解一下乜嘢係科學頌缽。喂，Hello Alex，我哋好多人都知道呢個叫做頌缽，冇錯。但係有好多人有好多唔同嘅睇法，究竟你又點睇咧？首先起源咩嚟嘅？你覺得似係？你覺得似一個好大嘅碗咧？冇錯啦，就係食具。食具。我哋話咧呢種嘅工具咧，一開始只係一種食具，只不過機緣巧合之後發現佢有個獨特嘅用途。隨住歷史嘅發展，慢慢到今時今日成為身心靈療癒工具。喺科學頌缽嚟講，應該叫科學啦。身心靈療癒工具，甚至係神器咁樣咧，好多人會想用呢個工具去幫唔同嘅人，包括可能會有啲嘅靈性嘅手法，甚至乎結合佢哋宗教嘅元素。但係我哋就純粹科學嘅應用，完全冇宗教，冇靈性。冇錯，100% 科學。好，咁不如下一次話俾我哋聽，科學頌缽點樣幫到我哋身體？冇問題。OK。